總價只需76萬就可以攞低呢套石岐區嘅103方南北對流4房，全新裝修。呢邊係北邊嘅陽台，視野都係非常之開闊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呢度仲可以睇到呢個輕軌，去中山北站嘅話都係10分鐘嘅車程。客廳開間係3.6米，餐邊櫃呢邊都幫你做好晒㗎啦，4節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呢邊南邊嘅陽台係睇我哋嘅花園，遠處仲可以睇到利和，去三冇嘅話都係8分鐘嘅車程。隔離就係北外環，交通非常之便利。呢邊廚房嘅位置，雙開門嘅冰箱位都預留咗俾你，就差一個抽油煙機，仲未裝嘅。尾縫啊，呢啲都做好晒。入門呢邊呢，有間房係全贈送嘅，有6個方左右，採光面都係非常之大。呢間房8點幾個方。飄窗都同你揼埋，都係朝南向嘅公共洗手間，比依家嘅4代宅仲要大，103方可以做到4房，而且仲係南北對流，實用率非常之高。呢間房有9點幾個方，同樣飄窗都係幫你打好晒嘅，視野非常之開闊，光線非常之猛。呢間房就係主人房啦，13點幾個方，採光窗都係做得非常之大嘅，採光充足。呢邊可以做2排嘅衣櫃，放喺1.8米嘅床都係可以放得落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到時要揀一塊玻璃做呢個乾濕分離。感興趣嘅話，可以約我實地睇房。呢套房總價76萬，103平方。而且小區就係遠洋嘅物業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